来有关这件虐待囡仔的事件，有一个网友伫网络顶抛出一段小男童在哭的影片。这个网友讲，伊是迄对姊妹啊儿母的厝骹，曾经听到小男童疑似房苦毒的哭声。伊嘛讲，这个儿母真有钱，是规栋公寓的厝主，啊，这栋公寓至少价值2亿。啊，这个儿母的厝边嘛来透露讲，儿母的家族啊有3栋厝，有2栋咧租人。啊，厝边佫讲，儿母嘛来虐待着因所请的外佣。上憾的是，这个儿母姊妹啊，过去有开过幼稚园，家己就是教保员，一直拢是咧做教育的工作，想袂到会甲一个遮10岁外的囡仔苦毒到死。并且一张搁一张上课教材，甚至搁有家去小过含险版。县内店铺捌普文被中国的教区，嘛简单小解家己伫咧托儿所做。伊做过教保员，含小妹同齐开幼稚园，一路拢伫咧做含教育教育有关的工作。所以想到伊心肝这么粗残。幼稚园很久了，大概20年以前吧。对，他们经理。这样1、2人就是人家的，啊，其他都自己做，都4、5台车，拢在好车。少年人嘛真开个袂歹的车。住伫咧隔壁的人讲，店铺姊妹仔伫咧当地帮衬真济，家族都有3栋高层楼公户，姊妹仔各1栋，其中1栋1、2楼有2户是租户厝骹。幼稚园当初就是开伫咧1楼，3栋起价差不多超过2亿。他没有什么交集了，就是拿钱给他，整栋都给他们。他这就是外劳来去钱，他对外劳，你可以会使去问咱那个中介知影，会考到外劳。换出侪，来拢做到好就走。隔壁讲，店铺定欺负外劳，冒错卡伫咧社群平台拍影片，感觉真自责。当时因为靠声音小区，有录影片互怪男朋友，嘛讲店铺另外一个身份是厝头客，阮兜含楼卡拢是干做，因非也甲变过。事件爆出来，乡巴首长并且拢互大家骂甲无力，蒋万安赶紧破面册，讲无人是外行。网友老花甲贵族学校并且的事故，看甲比无权无势人更加重要。赶紧申侦查，互人感觉真正有够极限。还有义讲必须替囡仔讨公道，网友嘛老花，并且事件市长是做甲真紧，考到囡仔致死案就亲像和新北市无关系，贵族囡仔并且走第一，囡仔红零伫死，说是无要无紧。我们不断的检讨，不断在程序上、在过程上去看我们哪一个步骤可以做得更到位。也谢谢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心。苦毒囡仔事件，互大家是跪拜倒火。即马相关单位已经开始动作，希望真相会当赶紧查出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